大家好，歡迎光臨正節茶記。咁今日好開心，我哋終於可以開始講一啲比較實質嘅政治哲學內容啦。而首先，我覺得都冇辦法繞過嘅一個問題，就係所謂政治合法性或者政治正當性嘅問題啦，即係英文叫 political legitimacy 嘅問題啦。咁正如我上一集都有提過 Bernard Williams 呢個已故嘅政治哲學家呢，咁佢都提到就係呢個 first political question，即係政治哲學裏面最首要、最首先嘅一個問題呢，就係政治合法性嘅問題啦。咁但係其實 political legitimacy 呢個問題係問緊啲乜嘢，或者關心緊啲乜嘢嘢呢？咁如果要好概括咁講呢，其實政治合法性嘅問題其實就係一句，就係講緊點解一個統治者係有權統治佢嘅人民呢？咁但係咧，我哋都要仔細咁拆解翻，究竟呢一句問題係問緊啲乜嘢嘢？尤其是我哋要講到有權統治呢個問題，究竟咩意思呢？咁呢度咧，我哋又翻返去我第一集有提及過咧，就係話政治哲學家係唔滿足於純粹就係話一個政治嘅統治者，佢純粹就係有槍有炮有武力可以迫使到人去合作，迫使到人去信服佢、順從佢嘅意思。因為咁樣呢，講得最白嚟講呢，就係話咁樣其實同黑社會冇分別噶嘛。咁譬如黑社會周街收保護費咁樣，如果一個人唔肯交保護費嘅話呢，咁就可能俾黑社會啲僆仔打啊，甚至呢就可能韞住佢、禁錮佢。咁但係我哋唔會話呢個黑社會係有權去統治我哋噶嘛，係咪？咁但係調翻轉就係話，如果國家一個合法嘅政府，佢都係要求所有佢嘅市民、所有佢嘅人民去交稅俾佢，或者去順從佢嘅法律、順從佢嘅要求、佢嘅意思去做嘢嘅時候，咁我哋都要問：咁究竟佢點解有呢個權去要求佢嘅人民咁樣做呢？咁樣，咁所以我哋從中可以睇得出一樣嘢，就係話我哋講政治合法性呢，唔係單純講緊佢實際上啲人聽唔聽佢話，實際上啲人遵唔遵守佢嘅法律咁簡單。因為單單嘅順服同埋順從呢，係可以用武力去解決噶嘛。即係好似一個人攞住啲槍打劫你，咁你俾晒啲錢佢，咁唔代表佢有權去控制你，或者有權去要求你俾錢佢噶嘛。咁所以我哋係講緊一個道德權利，即係統治者有權統治，我哋講緊一個道德嘅權利，佢有權去改變你嘅道德責任，令到你係有一個責任去聽佢嘅指示，去交稅俾佢啦，可能遵守佢嘅法律啦，可能要盡一啲嘅義務啦，例如有啲國家需要一啲市民要當兵啦，諸如此類。咁而以前嚟講啦，無論即係西方或者東方都好啦，國家嘅政治權力係同宗教嘅力量咧係有好密切嘅關係嘅。即係例如君權神授啦，即係我哋如果喺歐洲中世紀嘅時候，如果個個人都係信基督教，而呢個教宗有至高無上嘅宗教嘅權威，而呢個教宗或者呢個教會啦，佢任命咗或者佢祝福咗某一個君主作為假設法國嘅國王咁樣，咁佢就會有呢個道德嘅權利啦。因為個個人喺呢一個嘅信仰嘅體系裏面，佢就呢個國王呢，就係有呢個嘅道德嘅力量，或者有呢個權威去成為法國嘅國王，喺呢個法國裏面進行統治啦。而所有嘅臣民呢，都係需要順從佢嘅法律，或者順從佢嘅命令。咁東方其實都一樣嘅，係咪？咁以前儒家裏面有講天命啦，係咪？即係呢個皇帝就係天子啦，咁佢就係擁有天命，所以佢就可以去統治啦。而甚至去到日本都係啦，
日本以前天皇呢係被視為神嚟㗎嘛，直到可能現代即係第二次世界大戰輸咗之後，呢個天皇先至發布咗人間宣言，就聲稱自己唔係神啦，只係一個普通人咁樣，咁就完結咗呢一個咁樣嘅傳統啦。咁但係我想指出嘅就係古今中外咧，都係好有呢一個將國家或者政治權威同呢個宗教權威或者宗教嘅力量作一個掛鈎嘅一個趨勢或者一個現象嘅嚇，因為咁樣係一個好容易解釋點解一個人需要被信服嘅一個原因咯，係一個好好嘅解釋嚟嘅，係嘛？即係你信呢一個上帝，假設啦，咁而唔知點解你就認同咗，就係話呢個國王係有上帝嘅加持嘅，有上帝嘅祝福嘅，咁所以你咪要聽佢講咯，咁好自然嘅，好合理嘅呢件事。但係喺中世紀之後，即係所謂文藝復興啊，或者啟蒙啊之後，當呢個所謂宗教嘅秩序被打破，喺歐洲被打破嘅時候呢，咁你政治哲學就需要去尋求一個另外嘅解答啦，就係好簡單。如果個個人都唔再信某一個宗教，咁你以前去解釋點解一個國王或者一個統治者有政治權威嘅呢一個解釋，咪唔再合理咯？大家唔再接受咯。而同一時間，歐洲隨住啟蒙運動同埋呢一個科學革命呢，咁開始人係追求所謂理性啦，即係希望所有嘢都能夠有一個合理、合乎理性嘅一個解釋。呢一樣嘢同樣發生喺呢個政治哲學裏面啦。咁所以嗰陣時嘅政治哲學家就開始思考，究竟我哋嘅政治權威係有啲乜嘢理性、合乎理性嘅證成呢？即係換言之，就係究竟人有啲乜嘢原因係需要順從呢一個統治者同埋佢哋嘅意志呢？咁樣樣。咁所以喺17世紀嘅英國咧，就開始出現我哋稱之為 social contract theory 啦，中文叫做社會契約論嘅一系列嘅理論啦。咁就係嘗試用一個世俗同埋合乎理性嘅方式咧，去解釋點解人需要服從呢個政治權威嘅。咁其實社會契約論顧名思義咧，就係想講話人或者喺呢個社會裏面咧，係存在一套嘅合約，而呢一個合約咧就係解釋咗呢個政治權威嘅起源，而亦都解釋咗點解呢一個統治者係合法，同埋人係需要遵守嘅。社會契約論嘅出現咧，就當然係反映咗當時歐洲資本主義盛行啦，商業繁盛啦，咁所以合約其實係一個越嚟越頻繁出現喺商業社會嘅一個概念啦。咁我哋其實可以諗下，一份合約究竟係乜嘢呢？一份合約其實講到尾就係有可能兩個人啦，或者兩間唔同嘅公司啦。咁雙方係自願咁樣去同意應承對方去做一啲嘢啦，而換取對方同樣地去做翻佢哋相應同意咗做嘅嘢啦。咁譬如最簡單嘅一個例子就係一個買賣嘅合約，一個賣家就同意賣出一樣貨物俾個買家啦，而個買家當然就係同意去俾錢俾呢個賣家啦。咁所以合約最核心嘅概念就係合約雙方各自都係自願咁樣同意去肩負起某啲嘅責任或者義務咁樣樣。咁而政治哲學家就開始將合約呢個概念就放咗喺社會契約論裏面，用嚟去解釋個人同埋呢個政府或者叫統治者嘅關係啦。咁當然社會契約論咧有非常之多唔同嘅版本啦。咁但係最核心嚟講咧，社會契約論都係講緊個人同政府都各自同意咗去肩負起某啲嘅義務同埋責任。所以社會契約論其實係好根本地改變咗我哋點樣去睇
統治者同埋人民之間嘅關係嘅。我覺得有幾點可以觀察嘅。首先就係社會契約論係非常之個人主義嘅一套解釋啦，因為社會契約論本身係講緊政治權威嘅來源就好似簽 contract 咁樣，一個商業契約咁樣，係每一個個人佢哋因為各種嘅原因，佢哋都同意接受統治者嘅管治。第二就係呢，喺社會契約論呢一個解釋裏面呢，政治權威就變得唔係自有永有啦。起碼概念上呢，政治權威係有一個起點嘅，係有一刻呢，大家都同意咗去接受，或者甚至乎去創造呢一個政治權威。而換言之，就係政治權威亦都係來自於每一個個人嘅授權，係大家同意咗簽咗呢一份合約，統治者先至會成為一個統治者。第三呢，就係社會契約論呢係強調理性嘅，因為我哋係講緊每一個個人之所以會去簽呢一份合約啦，就係因為佢覺得簽呢一份合約係令到佢有利益啊嘛，佢有賺啊嘛，就好似一份商業合約咁樣。點解買賣雙方會同意簽呢份合約呢？就係因為佢可以各取所需，佢簽咗呢份合約之後，佢能夠得到佢想要嘅嘢。咁同樣道理喺呢一個社會契約論裏面，每一個個人甚至個統治者，佢簽呢份合約都係因為佢哋從呢一份合約之中係各自得到佢哋想得到嘅一個利益，所以簽呢份合約係合乎理性嘅。第四就係社會契約論係一份合約啦，而合約就係用嚟規定雙方各自有啲乜嘢責任。咁所以就正如一份商業合約裏面，買賣雙方係唔可以違約啦，佢一定要遵守合約嘅條款啦。咁同樣道理喺社會契約論裏面，個人同埋個統治者都係有相對應嘅責任嘅，而佢哋都係要遵守呢份合約，佢哋要跟呢個合約嘅條款去做事。而當然比較重要嘅就係統治者唔可以去違約啦，同埋統治者佢嘅權力呢，佢嘅政治權力呢，係只限於合約呢個社會契約所賦予佢嘅權力，而亦都即係話係每一個個人所俾咗呢個權力俾佢，佢就只係有咁多權嘅啫，佢係唔可以超出佢所擁有嘅權力嘅。而當然就係如果任何一方係嚴重違反呢一個社會契約嘅話，咁呢個契約就當然係被毀約啦，佢就會失效。咁我哋首先可以開始講下 Thomas Hobbes 即係霍布斯佢嘅理論啦。咁 Hobbes 咧係生長喺17世紀嘅英國啦。咁當時英國咧係非常之內戰頻仍啦，咁就內部咧係非常之混亂，就有好多嘅戰事啦，咁人民就生靈塗炭啦咁樣。咁所以 Hobbes 嘅 social contract 嘅核心咧，就係想證成一個強而有力嘅政治權威，從而可以令到佢去維持呢一個嘅社會秩序，令到個個人都可以好安穩和平咁樣生活嘅。咁其實 Hobbes 嘅 social contract 咧個核心概念都好簡單，可以理解嘅，就係其實一句講晒就係，如果我哋要解釋點解一樣嘢係重要呢，我哋就可以設想下究竟冇咗佢會點，就係咁簡單。例如我哋話點解互聯網咁重要啊？咁我哋可以想像一下，如果冇咗互聯網會點呢？係咪？哦，咁生活就會好唔方便啦。咁所以互聯網就有佢嘅重要性，有佢嘅價值。咁同樣道理啦，如果我哋想解釋點解呢個我哋需要有政治權力，點解需要有一個政治權威嘅話呢？咁我哋就可以同樣地去想像，如果冇咗任何嘅政府，冇任何嘅政權嘅話，咁我哋嘅生活又會過成點呢？咁樣樣。咁當然霍布斯喺呢一度咧都有一啲嘅假設啦，就係對人性係有啲假設嘅。例如佢會認為人係有一定嘅物慾啦，即係我哋係需要
滿足我哋嘅生理需要嘅。咁而滿足呢啲生理需要，就自然係需要資源啦。咁但係當資源有限嘅時候，我哋就會容易個人與個人之間就會需要有競爭啦。咁呢個第一個問題啦，就係人與人之間係會有競爭嘅。咁有競爭就自然會有暴力啦，有殺戮啦，係咪？咁而喺冇政治權威、冇政府嘅狀態之下，咁我哋嘅人身安全就會得唔到保障啦。即係我哋係永遠都冇辦法去感到安全，完全嘅安全，就係因為我哋無時無刻都有機會俾人算計，會俾人攻擊。而呢一樣嘢係好緊要嘅，即係喺霍布斯嘅呢一個概念裏面，佢就亦都同時係認為人同人之間無論係智力啦，同埋係體力方面呢，咁當然係有一定嘅分別啦，即係唔會個個人完全一樣啦。但係大家嘅智力或者體力呢方面都唔會有太大嘅差異。咁所以冇一個人係完全安全嘅，即係唔係人對住超人咁樣樣。即係超人當然如果佢喺自然狀態之下，佢可能好安全，因為冇人可以傷害到佢。但係我哋冇一個人係一個超人嚟嘅，咁所以其實就算最強壯、最聰明嘅人呢，佢都冇辦法保證佢自己喺自然狀態，喺一個無政府狀態之下，佢係一定會安全，同埋一定係唔會有人可以傷害到佢。咁第三就係霍布斯都認為人呢係會追求光榮嘅，佢係追求榮譽嘅，亦都令到人會有更加多嘅動力去嘗試去同其他人競爭，去打交或者去勝過別人啦。咁但係其實無論如何啦，我認為咧霍布斯喺呢一度佢最核心嘅嗰個觀點就係所謂不確定性啦，即係一個 uncertainty，即係話我哋喺呢一個無政府嘅狀態之下咧，其實我哋係冇辦法確定自己係點樣樣嘅。我有陣時教書嘅時候，我會有教到霍布斯嘅佢嘅理論啦。咁我覺得有啲學生呢，佢就可能會有一啲嘅誤會嘅，即係佢會覺得霍布斯可能係咪即係話佢覺得所有人都好冷血、好殘暴，一定係中意殺人、中意打人咁樣呢？咁但係佢哋唔同意喎，即係其實可能你會覺得人性本善噶嘛，即係可能會覺得其實人係唔中意打交、唔中意打仗噶喎。咁點解你霍布斯好似覺得人喺一個自然狀態裏面，一個無政府狀態裏面，佢就中意打交、中意殺人呢？係咪一個錯嘅觀點呢？咁但係其實我會認為霍布斯喺呢一度想講嘅嘢，更加多係一個叫做不確定性嘅問題啦。即係就算你係追求和平，你個人好和善，你唔中意打人、唔中意殺人都好啦。但係喺一個無政府嘅狀態裏面，喺一個自然狀態裏面呢，你係冇辦法保證自己嘅安全嘅。即係你係就算唔想殺人都好，你冇辦法保證，你冇辦法去知道會唔會有其他人想殺你，去搶奪你嘅資源。咁所以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呢，可以講就係話人與人之間其實係永遠存在一個互相嘅猜疑、猜忌，而呢一個猜疑同猜忌就係源自於呢一個嘅無政府狀態，就係一個自然狀態裏面，因為冇一個政府去維持秩序，去確保所有人都遵守規則，所以你冇辦法去放心其他人唔會對你做啲乜嘢嘢。咁所以就係話霍布斯咧，就算佢喺利維坦呢本書，即係 Leviathan 呢本書裏面，佢都有提到一啲所謂嘅 natural laws 啊，即係一啲可以簡單啲嚟講就係一啲道德嘅規條啦，用理性分析可以反思出嚟嘅一啲道德規條啦，都好咧。佢認為喺自然狀態裏面咧，都係施展唔到嘅，即係我哋係冇辦法去做到呢一啲嘢，因為我哋唔會知道其他人會唔會合作啊嘛，係咪？咁而呢個情況其實有少少似所謂 prisoner's dilemma 啦，即係喺 game theory 裏面嘅呢個所謂嘅囚徒困境啦，就係話我就算明明
就係如果所有人合作呢，就可能會得到最大嘅得益嘅。咁但係喺呢一個互相猜疑嘅狀態之下呢，我哋冇辦法估到其他人嘅諗法啦。咁所以為求自保呢，你係應該去攻其他人出嚟，你係唔應該合作嘅咁樣樣。咁同樣道理喺呢一個嘅霍布斯嘅 State of Nature 裏面啦，都係一樣嘅，就係你就算明知道如果所有人都好合乎道德咁樣去做事，去同其他人相處嘅話呢，咁其實就大家都可以過得好好啦。咁但係我哋就係唔知道其他人佢有咩目的，佢會唔會想做啲咩嘢啊嘛？咁所以喺呢一個咁樣無政府狀態嘅情況之下呢，其實我哋係冇辦法同人哋合作去做一啲合乎道德嘅生活嘅。咁所以霍布斯喺呢一個理論裏面呢，佢就會總結，佢就話覺得喺一個自然無政府嘅狀態裏面呢，我哋人嘅生活會過得好差嘅，即係喺呢個社會係根本冇社會可言，就係唔會有任何嘅文明啦，唔會有任何嘅發展啦，唔會有任何嘅工業啦咁樣樣。咁所以佢就總結就係話，喺呢個自然狀態裏面，人嘅人生咧就會過得 solitary, poor, nasty, brutish and short。簡單啲嚟講就係又短命又過得差啦咁樣樣。咁所以霍布斯就認為人如果要避免過得咁差，過一個咁悲慘嘅人生呢，咁佢哋就會同意去簽呢一個嘅社會契約啦，呢個 social contract 啦。咁佢哋就會喺呢個 social contract 裏面呢，就同意將所有佢喺自然狀態裏面嘅自由就讓渡出嚟，咁從而呢，就成立一個大一統同埋強而有力嘅政府，就稱之為呢個主權者啦，即係 sovereign 啦。咁而呢一個主權者呢，佢嘅比喻，所以點解霍布斯佢嗰本書叫做 Leviathan 利維坦？咁其實咧，佢就係呢一個嘅傳說中一隻大怪獸咁樣樣啦，即係非常之龐大、非常之咁強壯嘅一隻怪獸咁樣樣。咁其實佢就係想用嚟比喻呢個國家嘅權力咧，都應該係好似呢一個利維坦呢隻怪獸一樣咁強大嘅。咁但係利維坦呢一隻怪獸呢，就係人所組成嘅，就係所有個人為咗避免呢個自然狀態嘅悲劇啦，佢哋呢就會同意簽呢一個社會契約，就將所有佢喺自然狀態裡面嘅自由，因為我哋要知道喺自然狀態裏面，因為冇政府嘅管轄呢，所有人都有100%嘅自由嘅。咁但係喺呢個自然狀態裡面，雖然佢哋有非常多嘅自由，但係就會出現一個非常之差嘅所謂戰爭狀態啦。咁所以霍布斯就認為我哋係會同意將所有我哋喺自然狀態裡面嘅自由呢，就讓晒出嚟，放棄。我哋會成立一個強而有力嘅政府，好似利維坦咁強大嘅一個政府。咁從而呢，每一個人同其他人咧都會簽呢個合約嘅時候，就同意我哋大家都會共同遵守呢一個主權者，呢個統治者，我哋大家都承認佢嘅權力係至高無上嘅，所有人都要去接受佢嘅統治。咁而當然喺呢個情況之下，呢一個統治者，呢個主權者呢，佢就因為佢擁有呢個至高無上嘅政治權力呢，咁佢就可以制定法律啦，制定社會嘅規範啦，令到所有人都遵守呢啲法律、呢啲規範，咁從而呢，呢個社會就可以安定落嚟，咁所有人呢就會過得非常好啦，可以和平咁樣共同咁樣生活啦。咁所以講到尾呢，霍布斯就俾咗一個選擇俾我哋嘅，就係話我哋一係呢，就只能夠揀喺一個自然狀態裏面有100%嘅自由，但係我哋就會係過得朝不保夕啦，我哋會過得好悲慘啦，因為我哋時時刻刻都要
防範其他人會唔會無啦啦走嚟殺我哋或者搶我哋嘅嘢啦，定係我哋需要接受一個強而有力嘅政府，一個可能係獨裁或者係威權嘅政府，但係喺呢一個政府裏面呢，喺呢一個arrangement 裏面呢，我哋就可以得到一個安全嘅保障，我哋就可以人身自由都可以得到保存咁樣樣。咁而霍布斯嘅解答就係我哋係會揀後者嘅，因為無論如何喺後者嘅情況之下，我哋嘅生活呢都係會過得比前者一個自然狀態，但係戰爭狀態嘅情況呢係過得好好多嘅。咁所以呢，霍布斯呢其實就有一個好有趣嘅地方，就係佢係有一個非常之自由主義嘅 starting point 啦。就係佢假設咗喺自然狀態一個無政府狀態裏面，所有人都係非常之自由，係100% 嘅自由啦。但係結果呢，佢哋喺呢個自然狀態裏面呢，但係會選擇去將所有自由都放棄，從而去選擇擁有一個強而有力嘅政府，然後大家都去服從呢一個咁強大嘅政治權威。咁樣樣，咁所以聽落咧係好似有少少 paradoxical 嘅，但係對於霍布斯嚟講，呢一個其實係自然狀態必然嘅結果，就係因為我哋喺自然狀態裏面，因為所有嘅不確定性咧，而人與人之間嘅各種競爭係會必然導致到呢個無窮無盡嘅戰爭狀態。而為咗避免呢一個戰爭狀態，我哋係必須放棄所有嘅自由啦，從而咧就令到所有人嘅安全同埋和平咧係得到保障嘅。咁但係嚟到呢度，我哋都可以思考一個問題，就係究竟自然狀態，即係呢個無政府狀態，係咪真係好似霍布斯講到咁差呢？咁所以當其時，我哋就有另一個嘅哲學家啦，就係 John Locke 啦，洛克啦。咁洛克嘅社會契約論呢個結構呢，同霍布斯都係差唔多嘅，即係佢都係由一個所謂自然狀態，即係一個無政府狀態開始啦。我哋去設想，究竟如果喺一個無政府嘅狀態之下，我哋嘅即係人類會生活成點呢？咁從而點解呢個咁樣嘅生活狀態會令到我哋覺得需要有一個政府呢？咁樣樣。咁但係同霍布斯好唔同嘅地方就係，洛克係覺得人喺呢個自然狀態呢已經係可以過得非常之道德㗎啦。咁當然佢呢一度就係引用咗佢嘅基督教嘅信仰啦，即係佢會覺得上帝係令到所有人喺自然狀態裏面咧，都已經知道道德㗎啦。佢哋已經有能力過得係道德嘅，佢哋已經有能力去反省佢哋要順從上帝啦。佢哋會知道有啲乜嘢係做得啱，有啲乜嘢係做得唔啱，同埋佢哋係唔會，即係大多數人都唔會隨便去侵犯其他人，唔會為咗生存就突然之間走去殺人或者去搶人哋嘅財物咁樣樣嘅。同埋另一樣嘢同霍布斯有一個分別嘅地方就係 John Locke 咧係覺得人喺自然狀態裏面已經有一個所謂 natural right to punish， 即係一個自然嘅懲罰權啦。廣東話可以咁樣譯啦。咩意思呢？即係話咧，人喺自然狀態已經有一個懲罰權㗎啦。即係人係有權去懲罰一啲所謂侵犯其他人權利嘅人嘅。即係譬如話喺自然狀態裏面，就算冇警察、冇法官都好啦。如果有人偷你嘢，你都係可以對呢個人有權作出一啲相應嘅懲罰嘅。或者如果有人殺人嘅話，你都係有呢個自然嘅權利去懲罰呢一個殺人犯嘅。就算呢個自然狀態裏面係未有任何嘅政治制度，冇任何法律嘅制度，
你都係有呢個權利去做呢一個懲罰嘅動作嘅。咁所以，我覺得呢兩樣即係所謂人已經有道德嘅是非道德之心啦，同埋就係人都有呢一個嘅懲罰權咧。呢兩樣嘢係解釋咗某程度上解釋咗點解 John Locke 同 Thomas Hobbes 佢哋嘅理論有咁大嘅分別嘅。即係喺 Thomas Hobbes 嘅情況之下咧，佢就係認為人與人之間都係會喺自然狀態，冇政府、冇警察、冇法官去執法嘅情況之下咧，人人就會打生打死，係咁殺嚟殺去，或者你會驚其他人會無啦啦殺嚟殺去，即係唔係人人都一定會攞住把刀喺度周街斬人，即係唔係咁樣，但係你係會驚嘅。Whereas 對於 John Locke 嚟講咧，喺自然狀態裏面，人人都已經係有相應嘅道德之心噶啦，即係冇乜人係，即係大多數嘅人都係會遵守道德嘅，佢哋都係過道德嘅生活嘅，只係有少數人呢係會侵犯其他人嘅權利，有少數人係罪犯嚟嘅。而喺自然狀態裏面，你已經有權力去對呢啲所謂罪犯去進行呢個懲罰，咁所以對於 John Locke 嚟講咧，自然狀態就冇咁殘暴，冇咁係一個殺戮戰場嘅狀態，而係一個大家都相對地可以和平咁生活，只係會有一啲少數嘅罪犯去侵犯其他人嘅權利咁樣樣。咁所以對於 John Locke 嚟講咧，政治權力都係重要嘅，即係我哋都係需要有國家，都係需要有政治制度。個原因就係因為靠每一個個人去做呢個懲罰嘅動作咧，都係冇一個中央或者統一嘅政治制度、法律制度係嚟得有效嘅，或者係嚟得完善嘅。即係每一個人對於其他人嘅懲罰都未必，你未必有嗰個能力去對一啲罪犯，所謂罪犯去做呢個懲罰嘅動作噶嘛。即係例如，如果嗰個殺人犯係一個大隻佬6尺高嘅，即係你就算所謂有呢個權力、有呢個權利去懲罰佢都好啦，你可能都冇能力去捉咗佢，然後懲罰佢噶嘛。咁所以對於洛克嚟講呢，佢都會認為我哋係需要有呢一個統一嘅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咁所以我哋就每一個喺自然狀態裡面嘅個人呢，佢哋都會走埋一齊去簽呢一個 social contract。佢哋會同意大家一齊成立一個國家，成立一個政府，就由呢個政府去統一去做呢個維持社會秩序同埋保障每一個個人嘅權利嘅呢一個嘅責任咁樣樣。咁所以對於 John Locke 嚟講呢，政治權威或者係政治制度之所以要存在，佢最大嘅目的就係為咗保障所有人喺自然狀態裏面已經擁有嘅權利同埋自由。咁所以對於洛克嚟講，佢就唔會好似 Thomas Hobbes 咁樣覺得呢一個嘅政府，呢一個統治者一定要係強而有力，然後一定要係一個集所有權力於一身嘅一個統治者啦。而相反，佢就會即係 John Locke 就會覺得呢一個嘅統治者佢嘅權力應該要比較細嘅，因為佢會驚呢一個統治者會去侵犯每一個個人嘅已經擁有嘅權利同自由，而於是乎呢一個嘅統治者佢嘅權力係只需要大到能夠維持秩序，同埋係保障所有人嘅合法權利咁樣嘅啫。咁所以洛克就會被視為呢個現代自由主義之父啦，即係佢呢一個咁樣嘅理論就認為政府嘅權力應該要限縮，應該同埋政府嘅功能係為咗保障每一個個人佢與生俱來，或者用一個宗教嘅術語就係話佢係上帝所賦予嘅一啲自由嘅權利咁樣。咁所以喺呢一個情況之下，Thomas Hobbes 同埋 John Locke 佢哋嗰個理論嘅起點都係非常之接近啦，即係都係一個自然狀態，一個無政府狀態，
一啲個人喺呢個冇政府嘅狀態之下生活，然後佢哋有需要去建立一個政府。咁但係因為佢哋對於一個自然狀態裡面嘅假設有一啲唔同，導致到佢哋最終嘅結論呢係基本上係天淵之別嘅。咁但係嚟到呢度，去到差唔多尾聲啦，我哋都可以講出一個問題嘅，就係聽到呢度呢，其實可能觀眾都會諗到一個問題，就係究竟社會契約係咪真嘅呢？因為喺無論 Thomas Hobbes 同埋 John Locke 咧，佢呢個講法，佢呢個理論最大嘅問題就係佢好似係假設咗我哋曾經係擁有一個自然狀態噶嘛，即係好似講到就係話真係有一刻係突然之間所有人都同意咗建立一個政府，然後大家就從嗰一個時刻開始，大家都會去順從呢一個統治者嘅所有命令或者佢所頒布嘅法律咁樣啦。咁但係我哋睇翻歷史裏面，我哋就知道其實根本冇一個咁樣嘅時刻噶嘛。咁我哋就要問一個問題，就係話如果根本歷史上冇呢個咁樣嘅時刻，咁究竟佢呢兩個人嘅理論仲有冇任何嘅說服力呢？咁所以呢，其實 Thomas Hobbes 同埋 John Locke 咧，佢哋嘅理論其實都有少少係講話，我哋每一個人都係真係同意接受呢個政府嘅管轄嘅。呢個係一個 actual consent， 係一個真實存在嘅一個同意嚟嘅。咁但係佢哋就會所謂降低個標準啊，即係佢會認為我哋唔需要真係攞起支筆，然後攞起張紙，然後就簽一份 contract， 然後就話我而家就宣佈我會遵守呢個政府嘅所有命令同埋法律咁樣樣。佢哋就認為係唔需要做到咁樣樣嘅。咁尤其是就係 John Locke 咧，佢就會有提出呢個 tacit consent 呢一個概念啦。即係咩意思呢？佢就認為我哋嘅同意呢係唔需要白紙黑字噶嘛。但係如果我哋留喺呢個國家裏面，我哋盡我哋嘅國民嘅義務，例如我哋有交稅啦，我哋有甚至乎享受呢個政府提供嘅保護啦，或者佢提供嘅公共服務啦，諸如此類，呢啲咁樣種種嘅行為呢，已經係代表咗我哋係對呢一個嘅社會契約呢係表示同意噶啦。咁當然呢一個方法呢，就好似解決咗嗰個爭議啦，就係話究竟邊度有呢個所謂社會契約出現過啊咁樣。咁但係其實你再咁樣諗，其實佢呢個答覆呢係帶嚟更加多嘅問題嘅，就係話究竟一個咁低嘅要求係咪真係代表我哋係有真係同意到呢一個嘅社會契約呢？所以後來呢個 David Hume 即係休謨啦，佢就提供咗一個好好嘅反駁嘅。佢就係話，如果我哋想像有個人俾人綁架，綁咗上一隻船嗰度，然後呢隻船呢駛咗出大海，咁佢如果唔想留喺隻船呢，佢唯一可以做嘅嘢就係跳海逃生啦。咁但係而家隻船譬如駛到太平洋中心，如果佢跳落海就係會死㗎啦，係咪？於是乎 Hume 佢嘅問題就係話，咁呢個人可唔可以被視為同意登上咗呢隻船呢？或者同意呢個船長嘅所謂管治呢？咁樣，咁當然 Hume 嘅答案就係覺得唔得啦，即係好明顯佢只係俾人綁咗上隻船嗰度，然後佢冇跳船，因為冇可能可以跳船咁解啫。咁唔代表佢可以話係同意咗佢上咗隻船咁樣樣噶嘛。咁所以呢一度呢，係凸顯咗所謂社會契約論，尤其是係所謂我哋如果係講求真實嘅同意嘅話呢，係有一定嘅問題嘅。就係我哋根本喺現實生活中，喺現實嘅政治嘅秩序裏面，係根本冇乜可能係有可以獲取到所有人，係講緊所有人嘅真實同意嘅，即係冇乜可能嘅。除非我覺得唯一有機會可以接近有真實嘅同意嘅話，就係移民 immigration，就係話當
一個人移民，譬如你移民去美國、移民去加拿大，然後你登記申請成為一個公民。當你去填一啲嘅入籍嘅文件或者去做宣誓嘅時候，咁可能你會宣誓話我會效忠呢個新嘅國家咁樣。咁呢個就好明顯係一個所謂真實嘅同意啦。咁但係好多時每一個人都係喺佢哋自己嘅國家出世，然後生長，然後佢就成為咗嗰度嘅公民咁樣嘅時候，你好難講話佢真係同意咗話成為呢一個國家嘅公民，然後佢同意咗係接受呢個國家或者呢個統治者嘅統治，即係好似有少少牽強嘅呢個講法。咁所以後來嘅所謂社會契約論呢，都開始趨向就係所謂 hypothetical，係一個虛構嘅社會契約，即係我哋唔再認為呢個社會契約係一個真實存在嘅 agreement 咁樣啦，而係我哋認為呢一個契約呢，係所有人如果佢用理性去反思嘅話，佢哋都會同意咁解，唔需要真係簽呢份嘅社會契約啦。咁所以我哋後來見到譬如康德即係 Immanuel Kant 啊，甚至去到羅爾斯有講咗幾次嘅 John Rawls 啊，都好啦，佢哋都係講緊某程度上係一個 hypothetical consent 嘅，即係一個虛擬嘅同意權咁樣。咁好啦，我哋今集就嚟到呢度，我哋就介紹咗呢一個社會契約論嘅背景啦，或者係講下一啲大約嘅觀點啦。同埋我哋就介紹咗呢一個 Thomas Hobbes 即係霍布斯同埋 John Locke 洛克佢哋各自嘅社會契約論嘅觀點啦。咁我哋可能下一集或者之後都會繼續去講唔同嘅社會契約論，尤其是係John Rawls 即係羅爾斯佢嘅正義論啦，同埋佢點樣去講呢一個政治合法性 political legitimacy 嘅問題嘅。好，咁嚟到呢度，再次多謝大家支持政治茶記啦，我哋下一集再見，拜拜。